各位媽媽相唔相信，當你陀住 BB 嘅時候，你嘅感受同 BB 嘅感受係連結㗎。喺我陀緊 BB 嘅時候，有一次覺悟，就係我感受到我前所未有咁開心，即係嗰個高興程度呢。如果我平時係用一條橫線去表達我係平靜狀態，但係我嗰刻嘅感受就好似超過咗我平時到達嗰個水平咁。我係從來未體驗過咁開心嘅感覺，連我自己都忍唔住問一句：使唔使咁開心啊？小朋友出世之後呢，就感受到佢嘅情緒起伏係大嘅，咁所以我都好相信嗰個感覺係真係由佢傳俾我。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大肚好神奇嘅體驗，我從來冇感受過其他人嘅感受，我好慶幸有機會咁樣俾我體會到。各位媽媽，無論生命、懷孕、生小朋友，所有過程裏邊真係好神奇啊！我哋喺人生裏邊經歷咗一場不可言喻嘅體驗。